也是你的無從希望，寧願犧牲都不願卻步，但幸福無人希望。You can do it, just do it, man. 已經鎖定目標啊！我將來一定要讀 Poly 嘅 ITC，我一定要咁做。之前就覺得自己好怕醜，但係依家我講翻我自己怕醜，覺得有少少好笑。都會經歷過呢段反叛嘅時期，咁我就比較細個啲會經歷過。發覺自己原來我係咁渺小啊！白紙即係我係啊，原來我係真係一張白紙嚟。嗰樣嘢係唔傷害到人嘅話，我覺得就應該要盡力去做到咯。咁其實我一路都好想做一個老師，我覺得我作為一個老師，我可以用我嘅經驗，甚至乎我第一身嘅感受，去教一啲比較壞嘅學生去。但係佢就話讀書係你自己嘅人生，你讀得多書，自然見識會多咗咯。以前啲同學係咁樣叫嘅，即係我以前浸會啲同學叫我明星禮啊，或者係花名嚟啦。我就好想帶埋屋企人同埋媽咪一齊去，即係將我睇到嘅嘢同佢分享咯，真係。因為我自己一個有夢想、有理想嘅人嚟嘅，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中意挑戰性啦，咁所以我覺得喺商業社會你做到成功嘅話，咁你就係一個有能力嘅人。